来看高雄哦，一只往来基顶的渡轮，从暗头5点外伫咧停船的时，船煞去卡伫桥卡点外钟哦。船公司是表示讲，这只船的关度甲其他的船是拢共款哦，有可能是向透强风，佮加上这几天暖流，才会发生意外。徛伫景观桥卡的祈福一号摩托顶动桥底铁做的架啊，嘛伫咧弄掉了后脱离桥体。15号暗头5点外，高雄轮船公司这只渡轮载了人客了后，要登去蛤蟆星岸边来停，向卡伫桥底。当时的风力过大，涨潮，所以整个环境因素造成它在回旋的裕度又受限的时候，船尾的部分，在我们的救生筏架跟桥底部做了卡制的。高雄轮船公司表示，这几天是大流，按照数字来看，15号中昼左右是69公分，暗头5点到8点是大流的时间，上悬有到138公分，研判是大流，互船身甲桥梁的悬度变低，佮加上风真透才来倒地。不过气象站表示，当时是4级的风，唔是非常的强。我第9支去听，我翘起有喎，你我即摆第一开始成第9支。这么大流啦？这么农历大流？就在几天，这么来直大流去啊。当下现场桥底风浪地的痕迹还搁伫个，轮船公司表示，这只船的悬度甲其他的渡轮同款，无真悬。后续船体修缮的费用会由保险来支付。景观桥的部分有底部的后方向卡着无安全的记录，嘛会赶紧来恢复原状。记者王刘婷、陈显坤报道。